乡亲啊，继续来关心这位台湾木姓区的女将林玉婷，卡到性别的争议。国际木姓区总会 IBA 在巴黎开记者会，质疑林玉婷不是女性，但是却提不出任何具体检验结果甲数据，颠倒是惹出着一寡争议。洪批评讲，这场的记者会根本就是一场的闹剧。 前面开局可能不太理想，但后面就是有一个拉尾盘，就是算还不错。咱台湾木姓区选手林玉婷加入性别风波，国际群众 IBA 召开记者会，说开场敢若叫无啥人看起。国际群众主席克里姆列夫出席俄罗斯，佮含克里姆林宫关系是真密。在记者会内底，甚至佮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路透社记者普文解密，让这场记者会变甲无。 亲像记者会，国际媒体伫咧现場嘛攏同齐起交旗。First tests on these two boxers were conducted in 2022. Why did you wait until 2023 for the next test? And the results are only announced when the boxers were on for medals. 国际群众找清医疗主席背书，讲去年和去年伫咧伊斯坦堡和印度是检测，结果拢显示林玉婷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都是查甫人。不过，说个讲检测的内容真复杂，无关于讲技术的细节。As doctor, I need to protect the woman's. Why not agree? Why not agree? 进前国际群众主席克里姆列夫讲，林玉婷和哈利夫拢有怀疑体，佮强调是抽血做交关所检查。这回国际群众伫记者会顶说讲，两人基因检查内底交关所高度上过悬。Received letters from the NOCs in Chinese Taipei and Algeria, respectively, informing us that we can't disclose any information pertinent to either boxer. 国际群众无证据，说个讲是台湾和阿尔及利亚的军协要求白当公开，问中华民国木姓区协会，嘛赶快要搁伫咧联络法国的秘书长。不过国际奥委会发言人 Mark Adams 直接骂国际群众唔通相信因性别测验过程无合法。佢讲国际群众伫咧世锦赛一个俄罗斯选手红拍败了后，才选择测验某一寡查某选手的测验，并不是巧合。讲这场记者会根本就是乌白来，二分性别的议题继续伫咧探烧，敢希望还互无事无悲红攻击的选手一个公道。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